星期天，天氣炎熱，和媽媽在街上感到口渴，卻沒帶水，於是去買飲料。我們走進一家便利店，看見冷藏櫃裏擺放着各種各樣的飲料，有汽水、果汁等，它們整齊地排列在貨架上，像神氣的隊伍，等待我挑選。我正看得入神，媽媽遞給我一張10元紙幣，讓我自己買。哈哈，我可高興了，我在數學課學過貨幣，買東西難不倒我。不久，我找到喜歡的果汁，大瓶的賣12元。我的錢不夠呢，但大瓶的我多半喝不完，應買適合自己的。於是，我拿了只賣8元的小瓶。媽媽問：選好了嗎？別忘了檢查瓶身是不是完好的，還要看食用日期，不能買過期的。我把飲料查看了一遍，沒發現問題，就付錢去了。買東西容易嗎？原來也不太容易，我必須好好學習，做一個精明的消費者。